各位聽眾、觀眾早晨，今日係10月8號星期三。喺今日嘅立法會大會之前，有我何佩珊喺香港電台第一台同埋港台電視32今日立法會呢個節目入邊，同大家講下陣間嘅大會有咩嘅重點可以留意。首先喺議員議案方面，有李慧瓊提出嘅2025年施政報告辯論議案。至於議員質詢方面，就有議員係關注到盲盒銷售嘅模式，同埋係預防學生誤墮詐騙陷阱嘅情況。喺警方嘅數字睇到，舊年涉及內地學生嘅電話詐騙案有300幾宗，損失嘅總金額係超過2億3千萬，即係平均每個學生被騙係超過70萬嘅。有議員就關注到學生墮入騙案嘅情況，請嚟提出呢一項質詢嘅創新科技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同我哋講下啦。早晨啊，邱達根。何佩珊你好，早晨。係啊，你好啊，先問問你啦，點解會提出呢項嘅質詢咧？係咪都收到一啲相關嘅求助個案啊？都幾多呢方面嘅關注啦，因為都好多內地嚟嘅企業家或者朋友，其實你都帶埋小朋友嚟讀書啦。咁內地生詐騙嘅問題咧，喺個朋友圈入邊咧都好多人討論，咁亦都見到好多新聞啦。咁尤其是最近有啲內地生受到欺騙之後咧，就輕生啦。咁呢啲就係非常一啲好可惜嘅事件。咁所以都希望點樣各方面大家更加多關注，尤其是內地生嚟香港讀書咧受到詐騙嘅情況咯。咁據你了解，其實呢一類嘅內地學生啊，喺香港誤墮一啲電話同埋網絡詐騙陷阱嘅情況咧，其實係普唔普遍呢？咁你覺得係咪關咧呢個而家香港一啲預防措施同埋教育宣傳唔夠事呢？其實頭先你講啦，即係舊年300幾宗咧都唔少嘅，尤其是淨係針對內地生。咁你諗下一個學生，其實佢大學生你話10幾20歲，係咪好成熟咧？咁佢仲要去一個陌生嘅城市度生活去讀書，如果遇到呢啲詐騙案咧，對佢嚟講成個人生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咁所以希望點樣做好啲啦？咁我哋嚟講呢幾年接收咗好多唔同嘅內地生嚟香港讀書啦，大家對香港嘅教育制度好認可啦。咁但係你大學其實除咗佢教佢一啲學科嘅同埋生活嘅所需之外咧，其實對佢人生嘅發展都好重要。我唔可以話就咁接收咗佢嚟，其他嘢就唔理佢。咁所以喺詐騙呢啲方面，如果有咁嘅情況，點樣可以防範啦？第二就係提高佢哋嘅意識啦。我諗呢個係我哋嘅義務嚟嘅，接收咗呢啲學生之後。喺提升意識方面咧，其實目前啊，本港多間大學咧都係有同警方合作嘅，咁就推出咗好似舊年嘅時候就有一啲嘅防騙問卷啦。咁其實你自己有冇見過呢一類嘅問卷咧？咁你覺得其實問卷形式夠唔夠咧？其實而家有好多工作做緊啦，警方同國家反詐騙中心有拍啲視頻啦。喺內地其實佢哋出境前，如果佢申請咗嚟香港讀書，內地相關部門好多時候都會同佢哋做一啲防騙嘅預防。咁嚟到香港之後有啲問卷啦，有啲測試啦，有啲學校就強制你一定要剔嗰個測驗咗之後先開學啦。咁呢啲都好嘅，起碼你提高佢嘅意識。但係你一個騙案嗰度咧，而家好多係衍生緊不同新嘅類型嘅。咁其實你點樣可以軟性啲，可以繼續話俾佢聽一啲新嘅唔同嘅騙案嘅例子咧，等佢 keep 住去提高佢嘅意識啦。因為你見到平均一單都70萬，其實往往有啲係幾百萬嘅例子咧，對於啲學生嚟講咧係一個非常大嘅數目，咁亦都係一個好大嘅打擊。咁變咗除咗學校嘅測試之外，我哋係咪可以有其他嘅方法？唔同嘅層面，譬如通訊界啦、通訊行業啦、銀行啦，都可以做多啲嘢嘅。咁喺通訊界方面咧，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即係具體上，政府可以點樣同一啲嘅通訊設備商去合作翻呢？其實通訊行業咧已經試用緊有個別嘅公司咧一啲人工智能嘅方案啦。咁佢哋會檢測或者幫你提早 filter 咗一啲可疑嘅來電啦。咁但係個別嘅運營商有個別嘅軟件啦，咁係咪全面去推行咧？咁第二就係佢數據庫或者佢要嗰啲叫做黑名單，係咪同個行業或者同警方大家全面去一齊共用咧、共享咧？咁變咗能夠做到更有效嘅一個預防躲截啦。咁呢個亦都希望能夠做得更大層面咁樣用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嚟到過濾一啲可疑嘅來電，或者咧覺得個 pattern 咧，即係個打電話嘅嗰個方向咧有啲懷疑嘅話咧，咁亦都可以提供一啲警告俾個使用者。咁而銀行方面咧，其實亦都可以有啲工作喺度做緊啦。即係譬如一啲學生嚟到香港，你知道佢係內地生，你睇嗰個年紀，咁佢一啲比較大額嘅
轉款咧，係咪要求佢親人親身去銀行嗰度處理？咁你去到嗰度可以再問一問佢點解你要打呢啲錢啊？其實你喺打錢嗰度轉款嗰度，同埋喺嗰個通訊網嗰度做多少少躲截咧，亦都可以幫到嘅。咁另外我亦都覺得要調查下，譬如中介機構啦，中介機構有時會唔會洩漏咗，或者佢哋有冇好好咁保存呢啲內地學生嘅數據咧？因為佢哋有好多個人嘅私隱數據。咁我哋有啲案例見到，可能包括一啲學生佢受騙嘅時候，對方啲騙徒係掌握咗好多佢啲資料嘅，會唔會有可能中間佢哋嚟申請嘅過程，不管喺內地同香港啲中介機構，佢哋有冇好好保管好呢啲數據，有冇洩漏嘅危機咧？咁呢度入邊都可以做多啲功夫。好啊，唔該晒，邱達根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